界上有一种男人呢，就是会在一些边边角角的细节上啊，做得很完美、很到位，让你产生一种爱情的错觉。但其实他根本没有动真心的，只是搞搞暧昧而已。那我将我的身家性命交给你保管。我很害怕，害怕在一起失去一切。明雪，给我一次照顾你的机会。你也还没睡啊？我明天一早就出院了。哦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。应该的。史密特，在我病危的那一天晚上，你有没有来过我的病房？就算是做梦也好，在梦里你有没有跟我说过什么话？没有。果然，救我的人是廖宇轩。如果不是他书写给我的话，我可能早就已经死掉了。嗯，他的确帮你很多。可是很奇怪，明明知道是他，但我心里想的还是你。2045也好，2015也罢，其实最大的隔阂并不是时空，而是明明两个人面对面，一个说喜欢，另一个却始终沉默不出声。很多时候，他都会有错觉，觉得或许两个人都一样，都一样喜欢着对方。这种错觉，有时候很近，有时候很远，但是一直存在着，他能感觉得到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开口呢？他把这么多秘密告诉他，他关心他，还亲了他，还把他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怀表都交给了他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告诉他，他也一样喜欢着他呢？那些是真心的吗？还是只是错觉？史密特，
你喜欢我吗？你的爱很难理解，好像有十种感觉，有没有包含我在里面？我喜欢你。你的苦很难理解，更多了一种感觉，别安慰。我该唱可是当他知道之后的一切，我只想再说一遍。他会失望，他会伤心，他会陷入最深的牵连，会等待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承诺。所以因为喜欢，他不能跟他说。我们的一开始，我还以为会永远。史密特，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，米雪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他说：“谢谢他的回答。”